我哋會睇下幾個用嘅處理數字嘅有用函數。我哋有個內置函數 round 可以用嘅將數字四捨五入。如果我哋喺度傳入 2.9， 再印出結果就會得到3。我哋仲有另一個好有用嘅內置函數叫 ABS， 佢會返回一個數字嘅絕對值。如果我哋喺度傳入負 2.9， 就會得到正數 2.9。其實我哋用咗處理數字嘅內置函數真係唔多。如果你想寫一個涉及比較複雜數學計算嘅程式，你就需要用 Math 模組。模組就好似一個獨立嘅檔案，入邊有啲 Python 程式碼。喺 Python 入邊，我哋有個 Math 模組，佢包含咗好多數學函數，可以用嚟處理數字。但係我哋要先 import 呢個模組，佢先可以用嘅。佢最上面打 import math， 佢 math 嘅呢個程式入邊就係一個物件，所以我哋可以用 dot notation 點號表示法去用嘅。如果你想睇晒呢個物件入邊所有嘅 functions， 或者準確嚟講所有可用嘅 methods 可以咁做。例如我哋有 math.ceil 可以睇一個數字嘅天花板值。所以如果你喺度傳入 2.2， 然後運行呢個程式，我哋就會睇到3。喺呢個 math 模組入邊其實有好多唔同嘅 functions。等我示範下點樣喺 Google 搜尋到完整清單。你可以揾 Python 3，記住要加埋版本號，再揾 math 模組。喺呢個頁面度你就可以睇到 math 模組入邊所有嘅 functions。所以今堂我哋佢嘅 math.ceil， 我哋仲有 math.copysign、fabs 等等。作為練習，我建議你試下用下呢個模組入邊幾個唔同嘅 functions。好啦，依家我哋一齊睇下 Python 入邊另一個好有用嘅內置 function。我哋使用輸入函數嚟獲取用戶嘅輸入。我哋傳遞一個字符串作為參數，呢個將係一個顯示喺終端上面嘅標籤，你馬上就會明白。所以我哋加上冒號 x。而家呢個函數返回一個字符串，所以我哋可以將佢存儲喺呢個變量中。而家假設 y 應該係 x 加1，保存更改。請唔好使用代碼運行器擴展嚟運行此程序，因為代碼運行器默認喺只讀嘅輸出窗口中運行程序，所以你將冇法輸入值。所以使用 Ctrl 加 Backspace 打開終端。再次提醒，如果你使用嘅係 Windows 系統，請輸入 Python；如果你使用嘅係 Mac 或者 Linux 系統，請輸入 Python 3，然後輸入 @pointpy。呢個係我哋嘅標籤，我哋輸入一個值，譬如1。我哋收到錯誤信息，類型錯誤。發生咩事啊？其實當我哋收到用戶輸入嘅時候，呢個輸入永遠都係以字串形式嚟，所以呢個運行時嘅表達式會變成咗字串1加1。要留意數字1同字串1係唔同嘅，因為佢哋係兩種唔同嘅類型。當 Python 見到呢個表達式時，佢唔知點做，因為兩個物件如果唔係同一類型，係唔可以直接連接，所以我哋要將呢個字串一轉做數字。喺 Python 入邊，我哋有幾個內置嘅類型轉換函數。我哋有 int 用佢將數字轉做整數，仲有 float、bool 同埋 string， 即係 string。而家喺呢個情況下，我哋唔需要將 x 轉做字串，因為 x 已經係字串。如果你唔信我，等我示範俾你嘅。咁我而家會將呢幾行注解咗先。而家我哋去 print 一下 x 嘅類型。type 都係一個內置函數，我哋傳一個物件做參數，佢就會回傳佢嘅類型。我都會將呢行注解嘅，因為呢行就係搞事嗰個，我哋唔想執行嘅。儲存佢哋更改之後，翻去 terminal， 我哋再 run 多次呢個程式，輸入1，你睇下呢個就係 type 函數回傳嘅結果。而家唔使擔心 class 呢樣嘢，我哋之後嘅課程會再講 class。所以 x 嘅類型就係 string。即係 string， 咁我哋就可以刪除呢行。要解決呢個問題，我哋要將 x 轉做 integer 咗之後，就可以用格式化字串嘅 print 埋 x 同 y。記住要加個 f 嘅引號前面，然後加個 label， 好似 x 咁，之後加個欄位。呢度我哋想 print 出 x 呢個變數貶值，
之後再加個文字，最後就 print 埋 y 貶值，再 run 多次呢個程式 kterminal 輸入 1， 結果就喺度啦。x 為1 y 為2，美麗嘅。而家所有呢啲內置功能都一目了然啦，唯一比較棘手嘅係 bool 類型，因為喺 Python 中有真值同假值嘅概念，呢啲值並非嚴格意義上嘅布爾值真或假，但可以解釋為布爾值真或假。以下係 Python 中嘅假值。M2 字符串被視為假值，所以佢哋會被解讀為布爾值 false， 數字0都係假值。我哋有個叫 none 嘅對象，代表貶值。我哋之後會再詳細講呢個。所以每當你喺布爾情景下用啲貶值，都會得到 false， 其他嘢都會係 true。等我示範幾個例子俾你哋。咁喺 Python 嘅互動式 cell 入邊，我哋試下將數字0轉做 bool， 呢個係假值，所以我哋會得到 false。如果用 bool1 呢，我哋會得到 true。如果我哋傳入一個負數，都會得到 true。如果我哋傳入一個大過1嘅數字，好似5都係 true。所以淨係當我哋將 zero 轉做布爾值，先會得到 false。至於字串，我之前講過，空字串係假值，所以呢度呢，我哋會得到 false， 其他都係 true 啊。即使我有一個內容係 false 冇字串，都會得到 true， 因為呢個唔係空字串，佢係一個有幾個字元嘅字串，所以佢會被判斷為 true。好啦，又到咗另一條小測嘅時間，等我哋睇下你係咪真係有留心聽呢個教學啦。喺呢度呢，有第一條問題， Python 入邊有咩內建嘅原始類型？我哋有字串、數字同布爾值。數字可以係整數、浮點數或者複數。呢度係第二條問題，我哋有個變數 fruit 設定嘅做 apple。你覺得如果我哋 print fruit 1嘅話，佢終端機會見到啲咩呢？用方括號，我哋可以睇到單一字元，第一個字元嘅索引係0，所以呢個表達式會嚟到第二個字元，即係 P。如果我哋加個冒號同負1喺度會點？用呢個語法，我哋可以切割字串，起始索引係1，結束索引係負1，負1代表字串最後一個字元。而家切割字串嘅時候，結束索引嗰個字元即係負1，唔會包括倉內，所以用呢個表達式，我哋會睇到由第二個字元 P 開始，一直到 E 為止。所以呢個表達式嘅結果就係 PL。再嚟一條問題，呢個表達式嘅結果係咩？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取餘運算子，佢會返回除法之後嘅餘數。今次嘅情況就係1。最後一條問題，你覺得當我哋 print bool false 嘅時候會見到咩？啱啱我同你講過 Python 入邊嘅 false 值，例如數字0、空字串同埋 none 呢，佢都係屬於 false 值。任何唔係 false， 佢哋都會被視為 true。呢度呢，我哋有一個有5個字元嘅字串，入邊係咩字元都唔重要。總之佢唔係一個空字串，所以佢唔係 false 嘅情況，係 true 嘅情況。所以當我哋用 bool 函數去轉換嘅，就會得到 boolean 嘅 true。佢就嚟到呢一節嘅尾聲啦。下一節你會學到電腦編程嘅基本知識。希望你中意呢一節，多謝收睇。我哋會由比較運算子開始呢一節，因為我哋用比較運算子去比較數值。呢度有幾個例子，好似10大過3，咁我哋就會得到 true。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布林表達式，因為當呢個表達式被計算嘅時候，會得到一個布林值，即係 true 或者 false。再睇一個例子，10大過或者等於3，結果都係 true。你仲有細過，例如10細過20，仲有細過或者等於。呢個就係等於運算子，所以10等於10。咁呢個表達式又點呢？你覺得我哋會得到咩結果？我哋會得到 false，
因為呢啲數值有唔同嘅類型，喺電腦記憶體入邊儲存方式都唔同。最後我哋有唔等於運算子，所以而家用呢個表達式，我哋應該會得到 true 好靚。我哋都可以用呢啲比較運算子去比較字串。等我示範下，我哋可以檢查下 bag 係咪大過 apple， 結果係 true。因為如果你將呢兩個字排次序， bag 係排咗 apple 之後，所以佢被視為大過。咁如果係呢個呢 bag 等於大寫 bag， 我哋會得到 false。原因係喺每一個你見到行字元嘅程式入邊都有一個數值表示。等我示範下，所以我哋有個內建函數叫做 odd， 唔使記住呢個，因為你將來大概都唔會用到。不過等我俾你睇下字母 B 嘅數值表示，佢就係98，相反大寫 B 就係66。呢個就係點解呢兩個字串唔相等嘅原因。所以呢，佢就係 Python 入邊嘅比較運算子。跟住落嚟，我哋將學習條件語句。幾乎每個項目中都會有需要做出決定嘅時候，呢個時候就需要用到 if 語句啦。舉個例子，假設我哋有一個名為溫度嘅變量，我哋將其設定為35。如果溫度高於30，我哋或許應該向用戶顯示一條消息，所以我哋需要使用 if 語句。如果係 if 之後，我哋添加一個條件，呢基本上係一個布爾表達式，一個會產生布林值 Boolean value 嘅表達式。所以如果溫度大過30，呢度就有一個布林表達式。如果呢個表達式計算出嚟係真 true， 下面嘅語句就會被執行。而家我示範俾你嘅，呢度有個好重要嘅地方，好多初學者都會忽略。用 if 語句時，你一定要用冒號佢結尾。依家我哋 enter 游標就會自動縮入去，所以呢度有兩個空格，呢個好重要。因為用呢啲縮排 Python 解譯器就會知道邊啲語句要執行。如果呢個條件係真，呢度我哋想印出一個信息，好似天氣好熱，我哋都可以再印多一句，例如記得飲水。所以我哋可以喺呢度加幾多句語句都得，只要佢哋有縮排就屬於呢個 if 區塊。而家我哋做完呢度之後，就要移除縮排，咁樣先可以表示 if 區塊結束。咁我哋可以加翻一個 print 語句，好似 done。咁呢句信息無論條件係咪成立都會執行。留意下，當我儲存更改嘅時候，你見到嘅縮排會變成雙倍。睇下儲存咗見唔見到？當我哋儲存更改 AutoPrep會自動重新格式化我哋嘅程式碼，會用4個空格嚟做縮排。1、2、3、4，佢用4個空格，因為 Prep 就係冇建議嘅。好啦，依家我哋試下運行呢個程式，因為 temperature 大過30，所以我哋會見到頭兩句信息，無論點都會見到 done 呢句。如果我將 temperature 改做15，再運行多次程式，睇下 done 呢句都會執行，無論條件係咪成立。所以記住要好留意嘅縮排。呢個就係我經常喺初學者嘅程式碼入邊見到嘅問題之一。假設佢哋想兩句 print 語句都喺條件成立嘅時候執行，但係唔小心嘅第4行移咗個縮排，佢哋嘅程式就唔會如預期嘅運作，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啦。如果你想要有多個條件，我哋就會用 elif 語句。elif 其實就係 else if 嘅縮寫。喺呢度咧，我哋可以加多一個條件，加多一個表達式。所以溫度大過20，再睇一個冒號，然後按 enter。其實預設情況下 VS Code 會用2個空格，不過唔使擔心，一儲存更改，嗰2個空格就會自動變做4個空格。咁我哋就可以 print 一個唔同嘅信息。好啦，儲存更改啦，你睇下呢啲行都齊齊整整咁縮排，你可以加幾多個 elif 都得。仲可以選擇加個 else 語句，如果之前嘅條件都唔成立，喺 else 入邊嘅內容就會執行，又係加個冒號，然後 print 呢度可以加句信息，例如話好凍啊，同樣儲存更改，今次溫度係15，所以頭2個條件都唔成立，我哋就會見到好凍啊呢句。讓我哋運行一下嘅程序。好啦。喺本講中，我將向大家展示一種編寫更簡潔代碼嘅技巧。
假設我哋正在開發一個大學申請系統，並且我哋想要檢查申請該大學課程嘅人是否符合資格，所以我哋首先定義一個名為 age 嘅變量，並將其設置為22。如果年齡大於或等於18歲，則打印符合條件；移除縮進，否則冒號，打印唔符合條件。我哋再運行一次程序，確保佢問題完美。其實呢段代碼本身啲咩問題，但我想同你講一個更簡潔嘅寫法。要達成同樣嘅效果，其實唔一定要喺度用 print 語句，可以定義一個變量，好似 message 咁，將呢個字符串 assign 俾佢。呢個就係第一步，所以 message 等於呢個字符串。然後我哋再 print 呢個 message。其實當你有一個 if else 語句，結構係咁樣，基本上只係 assign 一個值俾變量。你可以用更簡單嘅方法去寫，咁樣做法係點呢？其實成段代碼只係想 assign 一個值俾 message 呢個變量啫，啱啦。所以我哋由 message 開始。如果 age 大過或者等於18，就將 message 設為 eligible， 否則就設為 not eligible。呢句說話基本上就好似普通英文咁簡單易明。所以第7行嘅內容其實就等同於呢4行代碼，刪除咗儲存更改，再運行程序，你會見到呢個人係 eligible。如果我將 age 改成12，再運行程序，就會顯示 not eligible。所以我哋而家用咗呢個成就叫做3元運算符。喺 Python 入邊，我哋有3種邏輯運算符。我哋會用呢啲運算符，可以用嚟表達更複雜嘅條件。呢啲運算符就係 and、or 同 not。等我哋啲下一個實際例子，點樣用呢啲運算符？假設我哋要開發一個處理貸款申請嘅應用程式，所以我哋需要2個變量 high income 高收入，我哋可以設為 true， 同埋 good underlying credit 良好信用都設為 true。咁而家我哋要實現嘅條件就係，如果申請人有高收入同埋良好信用評分，佢哋就有資格申請貸款。所以如果 high income 同 good credit 都成立，加個冒號，然後 print eligible 有資格。要留意，我喺度睇將呢個變量貶值同 true 做比較，呢個係我哋好多初學者代碼入邊見到嘅問題之一。咁樣做係多餘同唔專業，因為 high income 本身就係布爾值，布爾值呢只會係 true 或者 false， 唔需要將 true 同 true 比較。所以只要呢個條件成立，而第2個條件都成立就得。跟住我哋會喺終端機 print eligible， 有資格佢就儲存更改，然後運行程序。明顯呢個人係有資格嘅。但係如果其中一個條件係 false 嘅，終端機就唔會見到 eligible。所以我哋喺度加個 else 語句 print not eligible 嘅資格，運行程序就會見到 not eligible 嘅資格。咁呢個就係 and 運算符點樣用嘅方法。用 and 運算符，如果2個條件都係 true， 結果就會係 true。與或運算符唔同，只要至少有一個條件為真，結果就為真。所以如果我將呢度替換成或，我哋應該會睇到符合條件嘅終端。我哋再運行一遍，好啦。所以呢啲係同運算符同埋或運算符。而家俾我哋嚟睇一個非運算符嘅例子，所以我將定義另一個變量 student， 並將其設置為 true。暫時我將刪除呢個表達式並簡化佢。我哋一陣再翻嚟講呢個。假設如果一個人唔係學生就符合資格， not 運算符基本上係將布林值反轉，所以呢個情況下 student 係 true。當我哋用 not 運算符，結果就會變成 false。所以呢個情況下，我哋嘅條件會係 false， 所以呢個 print 語句就唔會執行。等我示範俾你嘅，佢儲存運行個程式，佢哋唔符合資格。如果 student 為假，當我哋應用非運算符嘅時候，結果將為真。所以我哋嘅條件成立，我哋將符合資格。我哋再運行一遍。好啦，利用呢啲運算符，我哋可以模擬更複雜嘅條件。舉個例子，符合條件嘅人必須擁有高收入或良好嘅信用記錄。
並且唔能夠係學生。等我示範下點樣實現呢個條件。如果有高收入或者良好信用，我哋只需要其中一個條件成立就得。所以我哋要將呢啲條件放入括號入邊。我哋想將呢啲條件同另一個條件分開，嗰個就係唔可以係學生。而家呢個結果應該係真，即係話最少有一個條件要成立。之後我哋會加埋 and not student， 最後執行。有啲呢啲運算符，你就可以模擬各種現實生活嘅情景。呢度有個上堂講過嘅例子，一個人如果有高收入、良好信用，而且唔係學生，就有資格申請貸款。咁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呢啲布林運算符係有短路特性。咩叫短路特性呢？其實當 Python 解譯器要評估呢個表達式嘅時候，佢會由第一個參數開始。如果呢個係 true， 佢就會繼續評估，睇下第二個參數係咪都係 true， 佢就一路評估到成個表達式床尾。不過一旦其中一個參數係 false， 評估就會即刻停。等我示範俾你㗎。如果我將 high income 改做 false， 當 Python 解譯器見到呢個表達式，佢由呢度開始知道 high income 係 false， 佢之後點都冇所謂。成個表達式嘅結果都一定會係 false， 因為最少有一個參數或者運算員係 false。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嘅短路 short circuiting， 就好似電子學入邊嘅短路概念一樣。所以一旦其中一個參數評估為 false， 成個評估就會即刻停。OR 運算符咧都係有同樣嘅概念嘅。咁如果我將呢啲 AND 運算符轉做 OR， 睇下會發生咩事啊？用 OR 運算符嘅時候，我哋知道最少要有一個參數係 true， 所以一揾到有一個參數評估為 true， 成個評估就會即刻停。呢個情況下，當 Python 解譯器評估呢個表達式時，佢見到 high income 係 false， 所以佢會繼續評估，希望下一個參數會係 true。呢度 good credit 係 true， 所以評估會停喺度，成個表達式嘅結果就會係 true。所以喺 Python 入邊，邏輯運算符係短路運算，